让我们可以返璞归真，处于真心的一个状态呢？后学要介绍一个方法。后学这边要介绍一个人梁乃从教授，他是清大的一个教授，他是物理系的一个教授。他有教了我们怎么样去觉知我们的真心、我们的世心的方法。这个方法后学先把它定义叫做能知与被知。好，关于前面我们讲的真心啊，我们知道佛教里面有很多的名词，我们会叫它觉性，我们会叫它佛性，我们会称呼它自性，我们会说真心本性，有非常非常多许多不同的名词描述，其实都在讲相同的东西。那现在我们统一就把它称之为觉性。比如说佛是什么呢？佛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对不对？那就是觉性。那这是指什么呢？指我们的觉知能力。所以现在我们要把焦点集中在这个觉知的能力上。不管是心理学也好，宗教界也好，有各种不同各派的说法。但是你把它去无存精，到最后来看，它真正的内涵就是觉知能力啊。这个觉知能力，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之为能知能觉。这也是我们道场上常常会用的说法嘛。既然有能知能觉，那就代表会有一个对照的东西，它就叫做被知被觉。所以也可以是说，某个东西被我知道了，我就是能知能觉的那一方。被我知道的东西呢，它是什么？它就是被知被觉的那一方。这两者是同时并存的哦。比如说我在讲话，各位浅显你们听得见，对不对？那我在镜头前，如果我把镜头打开，你们也都看得见，对不对？所以当你们能听见、能看见的时候，你们就是能知能觉的那一方。而相对于我呢，就是被你们知道的对象，也就是被知被觉的这一方，对不对？好，接下来为了简化起见我们就把能知能觉称之为能知就好了。那被知被觉呢，后学这边就把它称之为被知就好了。好，为了去理解我们的觉知系统如何在我们的身上做运作，我们先把这个世界，我们先把这个宇宙定义成4个层次后学这边有写。我们先把它定义成世界、身体、世心跟觉性。为什么这样定呢？我们还是以自己为中心点身体以外的呢，叫做世界。接下来是我们的身体，身体以内的呢，就刚刚后学有介绍过，有2层一个是世心，一个是更深层的觉性。这就是我们先定义的这个四层的宇宙的这4层那第4层呢，是我们不会想东想西，只与生命做连结的真心，也是我们的觉性。现在起，我们就是把它称之为觉性，也就是我们的觉知能力那分着这4个层次，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能知与被知的界限在哪里。比如说，各位浅显，现在我们拿出一支笔，我们把一支笔握在手中，这支笔其实就是这世界当中的一部分。而我呢，我的手呢，是我身体的一部分。当我的手拿起这支笔的时候，这支笔是怎样？是被拿，被谁拿？被我的手拿，所以我的手是能拿。所以在能知与被知的界限就在这支笔跟这支手的中间。在这个层次，我们是透过身体去感知这个世界，所以我们的身体在这个地方称之为能知，而世界呢是被知。能知与被知的界限就在身体与世界之间，不知道这样子各位浅显能不能理解？好，同样的，你们现在听到了我在讲话，你们的身体就是能知，我的声音是被知，而我对你们而言也是这世界的一部分，所以能知与被知的界限就在你们的身体跟这个世界之间，它没有变动哦。好，那现在后学想要请各位浅显在听后学讲话的同时，把眼睛闭起来。各位浅显眼睛闭起来了吗？接下来眼睛闭起来，深深的呼吸。我们去感觉空气有没有进到你的身体里面。
我们再去感受一下，从头到脚有没有哪里酸哪里痛？好，各位浅显，你有没有发现，你的身体被感觉了？你的身体被谁感觉？不是你的眼睛，不是被你的身体感觉，而是你的身体被感觉了。听得懂这句话吗？不是你的身体感觉，而是你的身体被感觉了。被感觉的就是被知。请问能知在哪里？能知现在就在视心那里。这时候能知与被知的界限就在我们的身体跟视心中间。刚刚身体还在能知的那一方，现在变成被知了。只要我眼睛一闭，这么一做，这个能知与被知的界限就到哪里？就到了视心跟我们的身体之间了。这个事情是每个人都做得到的哦。好，最后后学再问各位一个问题。后学想要请问各位前贤，想一下，今天早上是几点起床？好，接下来今天早上的早餐吃了什么？还记得吗？好，接下来再想一下，就在刚刚我们今天晚餐要吃什么？还有你刚刚最喜欢吃的菜是哪一道菜？请问各位想好了吗？好，后学当做各位都想好了，各位浅显想好了。你刚刚在想什么？是不是被你知道了？你要想什么东西，是不是也被你控制了？比如说，我刚刚要想早餐，我就去想早餐；我刚刚想晚餐，我就去想晚餐；我去想我吃的是哪一道菜，我就去想我那道菜就会自动浮现出来。那代表什么？重点不是你吃的什么，而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可以控制这个想法的，我们是可以去控制这个视心去想东，不想西。我们是可以去控制它想西不来想东，这些都是我们可以控制的哦。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个视心是可以被知的，这个视心是可以被控制的。请问被谁知道了？请问被谁控制？被你的觉性给知道了，被你的觉性给控制了。所以当视心被知的时候，视心身体世界全部都是被知的一方，这时候只有觉性能知。那觉性有没有可能也变成被知的那一方呢？有可能，但是它只要变成被知的那一方，就会被我们归类为视心。所以觉性是什么？觉性它就是一个纯粹的能知，而这个世界呢是一个纯粹的被知。我们的身体跟视心比较特殊，他们在混合区啊，身体跟视心它有时候能知，有时候被知，而这个觉性，我们的觉知能力，它是最纯粹的觉知能力。这个最纯粹的觉知能力，它就是我们生命的基础，我们生命的源头。它跟纯粹的被知是极端的不同。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这个觉知能力，它有一个非常独特的特性，就是不可被知。我们只要从这个不可被知这个条件，我们就可以推测出来它有哪些性质咯。哦，所以这边先做一个小结，我们的觉性呢是不可被知的能知。它有什么特性呢？第一个，因为它不可被知，所以我们不可能把我们的觉性给怎么样捆绑起来，我们不可能把它抓出来关起来。为什么呢？因为它不可被知，它怎么被关？它怎么被绑？用现在的话来讲，这个觉性它是自由的，它是绝对自由的。如果用佛法佛教的话来讲，它是什么？它就是解脱自在啊！哦，各位还记得祖师求法我们那个二祖慧可祖师向达摩求法的时候说什么？说弟子心中不安，请老师为我安心。哦，达摩祖师说什么？把你的心拿来，我帮你安。慧可禅师想了很久，说密心不可得，找也找不到。达摩祖师说：“我替你安好了。”然后呢，慧可他就开悟了。那接着呢，三祖他又去找二祖，
然后说自己身上有病，请二主为自己忏悔忏罪。然后呢，二主说也用同样一招哦，来，你把罪拿过来，我帮你忏。然后呢，我们的那个真忏禅师就是我们的三主说，我找过了，我怎么找都找不到啊。二主就突然说，我已经帮你把业障给忏除掉了。哦，那最后呢，道信求法的时候说，求大师告诉我解脱的法门。然后真忏大师反而问他说，那请问是谁绑住你？哦，那四主说什么？四主说没有人绑住我啊。那三主就说，对，没有人绑住你，你就解脱了。哦，你看哦，原来我们的初主、二主、三主，大家都用同一招，啊，对不对？这代表什么？这代表他不可被知，这代表他解脱自在，他没有办法被绑，他有绝对的自由，就是因为他这个特性不可被知啊。所以佛曰不可说是什么不可说？因为它不可被知，所以你无法可说。不是我不愿意说，不是我不能不能说，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描述它，没有办法把它说出来，因为它不可被知的一个特性。那从这个特性，我们又可以导出一个东西：你有觉性，我有觉性，神有觉性，我们说佛有觉性。佛法说众生平等，是哪个地方平等？就是这个地方平等，因为这个觉性不可被知，那它能够被分辨吗？它无法被分辨。所以啊，你的觉性，我的觉性，他的觉性都没有办法被分辨出来，所以它在佛法上也叫做无分别。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它又有无分别的这个特性哦。那从无分别，我们可以再往下推哦。无分别再往下推，可以得到什么？得到的是平等。为什么呢？因为佛法说众生平等，大家的觉性跟佛的觉性没有高低之别，哦，所以众生平等，我们的觉性是平等，无法分别的。所以这个平等啊，也是我们的觉性的特质哦。我们如果再从无分别，又可以得到另外一个特质，叫什么？叫同体。同体大悲的同体，因为没有办法分别，没有办法分辨，所以它是平等的，也就是有同体的性质。也就是说，你的觉性，我的觉性，他的觉性都是同体的。同体的含义是什么？比如说，我的头跟我的脚是同体的，我们的脚不会怪我们的头说你怎么老是高高在上，把我压在下面，哦，这就是同体。哪一天你的脚会去抱怨你的头，说你老是高高在上压着我的头的时候，就代表你的脚跟头是不同体，对不对？还有左手也不会去抱怨右手，右手也不会去抱怨左手，所以同体的时候一定会再产生另外一个特质，叫什么？叫博爱。因为同体，所以当然博爱。爱他人就等于爱自己，这跟基督教讲的其实是一样的。博爱就是在这里，所以导论到这里哦，自由、平等、博爱就从不可被知的能知这边导论出来了。用佛教的话来讲，自由就是解脱自在，而平等就是平等无分别。那博爱呢，就是慈悲喜舍。当然还有一个特质，如果觉性它不可被知的话，当然也不可能被毁掉啊。我们要打它也打不到啊，我们要控制它也控制不到啊。所以觉性还有个特质叫不朽。所以在佛法中讲什么？不生不灭。不朽就代表不会死啊，你要它死它也死不了，它没有办法死。所以心经才会讲它不生不灭，哦，这也是它的一个性质哦。哦，所以我们从这些特质里面导出来，就可以印证到六祖禅师跟我们讲的那是什么？何其自性本无生灭，何其自性本自具足。还有呢，何其自性能生万法？为什么能生万法？它最后还有一个特性可以被导出来，就是能知它掌有主动权。为什么它掌有主动权？我们都知道，我们目前都是用能知跟被知的关系来了解这个界限。比如说，这支笔是被拿，我的手是能拿，那这两者之间的主动权在哪里？掌握在手这里，对不对？那这么一问，大家就知道，在手这里的这一个比喻，你就知道能知跟被知的关系里面是谁掌有主动权？一定是能知掌有主动权，被知它没有主动权。这也就是生命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哦。
因为生命就是觉性，生命就是觉知的能力，所以它一定掌握主动权。没有生命的东西，它没有主动权。最后，我们小结一下，我们从觉性能知但不可被知的这个特性里面导出来的性质，有自由、平等、博爱、不朽，还有主动权这些性质。我们再重复一次我们就可以从这些性质里面去对应到六祖禅师所说的何其自性本不生灭，何其自性本是具足，何其自性本无动摇，何其自性能生万法。所以以上或许就是从科学、佛学以及哲学的各个方面来了解我们人类的身心灵的特质。希望我们都可以透过这些古今的学者跟圣人们来更了解自己，认识自己。那身心灵我们认识自己的部分就讲到这边，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如何让身心灵可以健康的讨论因为苏格拉底告诉我们什么？活着不是我们人生的目的，好好活着才是。那要怎么好好活着呢？首先一定要先健康，对不对？那在健康的部分呢，世界卫生组织 WHO 它其实就是管理世界人们的健康希望人们的健康呢能世界的所有的世界公民们都可以非常的健康，所以它最健康的它有定义出5个面向的层次然后它对于健康的定义是说身体的、心灵的，还有社会的完整的健康状态，它不是没有疾病跟虚弱而已在这个定义里面，它又列出了5大面向。然后5大呢，第一大就是第一个就是生理健康、心理健康、社交健康、道德健康以及灵性健康。当我们再仔细把它分类一下，就从我们刚刚的一个分类，人类的身心灵，生理健康就是指我们身体的部分，那心理、社交跟道德呢，其实讲的就是我们的心理的部分那在世界卫生组织里面，它也是把它定义在它是在它的情绪、心情跟我们应付生活压力的一个能力那是灵性健康呢刚刚也在稍早之前我或许也有介绍过 WHO 的定义是寻找生命意义的目标跟价值感还有连接感的一个过程那生理健康我们要怎么样去健康其实这个部分网络上有很多很多的资讯后学就简单带过在身体的部分后学找出这几大面向那详细的细节我们各位浅显可以在网络上搜寻资讯。第一个是均衡的饮食，然后我们要有规律的运动，我们要有充足的睡眠，我们要定期做检查，因为预防胜于治疗。这些过程呢，提高我们的免疫力，避免病毒的入侵，我们的身体就会健康，我们身体就会变好。那心跟灵的健康怎么办？心跟灵不健康的原因是什么？或许觉得心跟灵不健康的原因就是干扰心灵的杂讯太多了。怎么说呢？影响心跟灵或许觉得最可怕的不是外在的资讯，是我们脑内对讯息的过度反应。外在的资讯其实不影响我们，影响我们的是当我们的内在的意识接受了外在的资讯之后，我们开始产生情绪、偏见、恐惧、贪婪等等等等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就是我们大脑里面的杂讯，它会干扰我们的判断，让我们做出愚蠢的决定。所以理解杂讯的来源，正确的处理它，让心灵回归平静变得很重要。这是后学的一个想法。那要如何去了解那为什么我们的大脑天生就充满了杂讯呢？有一本书叫做脑神刚刚后学有讲到说这本书是脑神经科学的我的意识从何而来前面我们在视心里面其实已经讨论过这个自传体意识。作者说脑内的杂讯就是来自于我们自传体意识不断的在思考，不断的在脑内讲故事给我们听。他一直在帮我们判断这个好，那个不好，这个会让我开心，那个会让我难过。
所以我应该要追求这个，放弃那个，这个等等等等的一直声音一直在我们脑袋里面嗡嗡作响。这个就是我们脑内的杂讯。那再请问，为什么我们大脑皮质里面的自传体意识，它会这么的抢戏啊？会一直要主动影响干扰我们的情绪跟反应？那我们要怎么控制它、关掉它呢？这个部分啊，就要从进化论谈起。达尔文的进化论，那有一本书呢，它叫做《Why Buddhism is True》啊，这是英文直翻，叫做《为什么佛学是真的》。那中文书的名称啊，它叫做《令人神往的静坐开悟》。那后学比较喜欢英文的名称。那这本书呢，它的作者叫做罗伯特赖特啊 ，Robert Wright。他在这本书里面就用什么角度来讲？他用进化论的角度来理解佛法为什么是真的。书里面就回答了刚刚为什么自传体意识会这么活跃的一个原因哦。为什么？因为第一，他说这是 DNA 为了我们生存所做的设置哦。各位想象一下，让我们回到几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啊，在非洲大草原上面生活。那自然选择也就是演化，它呢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基因的传递。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个基因，这个基因它不会在乎你快乐不快乐哦，这个基因它只在乎你是否能够生存下去，并且把你的基因传递给下一代。在这个逻辑之下，焦虑其实是一个很大的生存优势。各位浅浅，你们想象一下，现在有2只猴子，一只叫快乐猴，一只叫做焦虑猴。快乐猴它每天呢乐呵呵的过生活，那焦虑猴呢，它每天呢紧张兮兮的过生活。快乐猴它每天就看风景，然后有一顿没一顿，它都很快乐，饿也没关系。但是焦虑猴呢，它只要听到有一点点风吹草动，它就会吓得跳起来。它总是觉得啊，好像危险就在它的身边。在肉弱强食的大自然丛林里面啊，我们可想而知，快乐猴很快就这样被狮子吃掉了，因为它没有危机意识。而焦虑猴啊，虽然过得很痛苦，可是它存活了下来，并且把这样的基因传给了下一代。所以各位浅浅，我们要了解一个残酷的事实，我们都是焦虑猴的后代。这个情境啊，其实在现在残酷的职场生态上，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哦。如果我们每天很乐天的去上班，其实很快就被淘汰了。所以大部分在职场上努力工作的人啊，都充满着焦虑，或者说对不对？所以在演化论的角度看来啊，我们的大脑不是为了我们快乐而设计的，那是为了让我们生存而设计的。那快乐是什么？快乐是我们的 DNA， 我们的大脑拿来使我们完成基因传播的诱饵。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快乐总是短暂的，而焦虑呢，跟不满呢，它总是常态的。这在心理学叫做享乐适应，也叫做快乐适应。快乐适应，它是在讲说，当我们追求一个目标，比如说我要买一台车、买一间房子，或者在职场上追求更高的职位、更高的薪水，或者是我在这个社会族群里面要追求认同，你以为得到它，你就会永远快乐，但其实这种快乐啊，它只能维持很短暂的时间，冲高你的多巴胺水平，然后很快呢，它又会掉落下来到基准线，接着我们又会开始渴望下一个目标。为什么？因为如果满足感是永久的，如果快乐是永久的，那么我们的祖先在吃一顿饱饭之后，他就有一顿没一顿，他也没关系，停止觅食。再一次交配之后，他就停止繁衍了。那这种物种它早就灭绝了。所以为了让你不断的能够去奋斗，让我们不断的去竞争，让我们能够一直传递这个基因下去，延续这个物种，大自然在我们的大脑里面设定了一个程序。那就是快乐必须短暂，焦虑跟不满它必须常态。而且关于这2者，大脑还会选择什么？去追求短暂的快乐，并且去忽略常态的焦虑跟不满。这就是我们基因演化的特性哦。这是从进化心理学推论过来。那佛陀他真的很厉害，佛陀他在2500年前他就看穿了这一点，所以他说什么？诸受是苦。
很多人都会觉得这是悲观主义，觉得佛陀这个主张很消极。其实不是，这是对生物学机制最精准的描述。因为这个基因的设定也提供了自传体意识源源不绝的故事写作材料。这些故事就是一直在扰乱我们心灵，跟影响我们健康的什么的杂讯。还有一个东西，自我是杂讯的放大器。我们先来做一个假设实验吧。假设我们现在正走在路上，这时候手机响了，传过来的是一条简讯，我们没有看清楚内容，我们只以为这是一般的广告，你的心里面那时候不会有任何的波动。但是当你拿起手机仔细一看，你发现是你的老公老婆，是你的同事，或是你的老板骂来一则指责你的讯息，而且骂得很难听，有一点带羞辱的意思。那一瞬间，我们是不是会心跳加速，血压升高，我们的愤怒值充满了大脑？这时候，请客观的注意，这世界并没有发生剧烈的变化，你的周围都没有变化，只是有一些电子信号在我们的手机荧幕上显示了一些点，显示了一些图案。如果你不懂这个语言，或者是你以为这是发给别人的广告，你根本就不会生气，对不对？唯一的区别就是我们把这个我也带进去了。你觉得那就是在骂我，这个就是我，所以你就会有了这个痛苦的情绪产生。然后在这个宇宙当中啊，所有的事情它其实都是自然而然的发生的。比如说下大雷雨了，我们淋雨了；比如说开车的时候擦撞了；比如说有人讲话不好听了，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物理现象，都是因缘聚合而成。但是我们在这个物理现象加一个我的时候，这个时候故事就产生了。故事一产生，痛苦就产生了。庄子曾经提出一个空船理论啊，他说：你去想象一下，你在一片大雾中划船，然后呢，突然有一艘船，它笔直的冲了过来，可是，在雾中你怎么大叫，怎么提醒，它都不理你，一直到这艘船撞上了你的船，你勃然大怒，破口大骂，你的愤怒指数又爆表了。但当雾气散去的时候，你发现那只是一艘空船，上面并没有人，它只是顺着水流冲过来的船而已。那一瞬间，你的愤怒就会消失了。为什么？因为没有了那一个想要故意伤害你的对象，我们内在的小我找不到攻击的目标了，你的怒气就会消失了。佛法就是要告诉我们，这世界上所有的人、所有的事，本质上都是那一艘空船。那个冒犯你的同事，那个不打方向灯就超你车的司机，他们只是受限于他们的基因、环境跟当下的情绪，就像机器人一样做出反应。他们不是针对你设计的这个局，他们只是在因缘聚合之下，在演绎自己的情绪，但我们却把自我当成了主角，跟他们演起了一个激烈的对手戏。如果我们可以看清楚的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把自我抽离出来，我们就自由了。第二点，后续再讲一个纳瓦尔提出的一个公式他说痛苦等于疼痛乘以抗拒。我们都知道，疼痛啊是生理层面的，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痛苦不是，痛苦是包含了心理。比如说，我们今天摔倒了，或者今天我们投资赔钱了，这些都是很客观的事实。但是痛苦是心理层面的啊，是因为我对这个事实有抗拒的。比如说我摔倒了，我赔钱了，我感觉到痛，那只是纯粹的感觉哦。但如果我把自我给放进来，我的自传体意识又要开始写作文了哦。为什么是我？我怎么会那么倒霉？这个路怎么做的那么烂？那一个人怎么会害我赔钱？都是国家害我的，我要申请国赔。这时候我把生理上的痛转化成什么？转化成心理上面的苦，痛苦就因为这样产生了。另外啊，在哲学方面还有一个有关于自我的杂讯，我再分享两位学者的观察。第一个学者他叫沙特，他是一个法国的哲学家。沙特在早年写过一本书叫做《密室》密室呢，他是在这个故事他是在描述有3个人呢，他发现他自己已经死了，然后身处于地狱之中，但是在这个地狱里面没有酷刑，
没有审判官，没有恶魔在做惩罚，只有这3个人困在一间房间里面。这3个人就很纳闷啊，那这样怎么能够叫地狱呢？接下来这3个人就开始聊天啊，认识他们彼此啊。很快的，他们发现了一件事：当我说出我自己的想法的时候呢，另外2个人很快就会有意见，很快就有不同的意见，而且很可怕的是，别人的意见就会在我的脑袋里面挥之不去哦。然后呢，我会非常仰赖这些意见来理解我自己，我讲的到底是对的还是错，而且我没有办法去控制别人会怎么想我。这样的我，自由立刻被限缩了，这样的我立刻变成别人意见的奴隶了。所以你根本不需要有酷刑，你根本就不需要恶魔来惩罚你，因为另外那2个人的意见就已经是酷刑了。最后这3个人就得出了一个结论：他人即是地狱。沙特是一个存在主义的哲学家。为什么他人会是地狱呢？因为自我，因为自我太在意别人的意见，因为太想控制别人在心里面怎么想我，结果我就被控制了。关于这一点啊，另外一个社会学家是美国的社会学家，他叫做查尔斯·库利啊。他在1902年就提出了一句非常经典的名言，他说：“我不是我认为的自己，我也不是你认为的我。”最后这一句重点就是说，我是我认为你所认为的我。什么意思？听起来是不是很绕口？其实它很简单，它就是说，我觉得你一定认为我是怎么样怎么样的一个人，所以我要努力让自己符合这个想象出来的我，成为在别人眼中里的形象。我认为这个世界一定是很现实，所以没有钱，别人就会看不起我，所以我就要努力去追求财富。我认为这个世界就是以貌取人的，如果没有漂亮，别人就不会爱我，所以我要努力让自己变得更美、更漂亮。我要化妆，我要穿漂亮的衣服，我要做医美，这些都是自我对别人、对世界的什么想象？这些都是让心灵的杂讯越放越大，越来越不健康。在这个充满随机的宇宙里面，不管我们多么努力，不管外界怎么样，都总是在变化，总是会有不如意的事情发生。如果我们把这个快乐建立在这些外在条件跟满足上，那我跟你说，注定就是痛苦的。我们注定就是痛苦，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控制外在环境的所有变量。佛陀他所讲述的佛学，就是让我们可以克服生物学这个基因设定的学问。就是这一本书教我们的东西。为什么佛学是真的？他说佛学它就是可以协助我们去关掉这个基因的设定。科学呢，它向我们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会痛苦，因为是基因的设定。而佛学呢，它提供了如何关闭这个设定的方法哦。那是什么？通过觉知和观察，让处于杂讯风暴中心里面的当局者变成这个事件的观察者。那怎么做呢？后学这边提出了3个方法，让心灵健康的方法。第一个，终止输入成瘾；第2个，捕捉自己的意识；第3个，自我探究。那终止输入成瘾怎么做呢？透过无输入的活动来戒瘾。我们可以去想象一下，我们大脑是一个从来没有关机、运行了几十年的电脑哦。这个电脑里面开了太多无名的 APP， 开了太多无名的程序软体。比如说过去很遗憾的事件，比如说我对未来的莫名焦虑，比如说我对房子、对车子、对外在一切的追求，这些程序全部都打开。这些程序打开之后，会让我们大脑怎样？负荷过重。那如何让大脑恢复平静呢？第一个做法就是终止它。或许要比如说了我们在一开始有说过，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周遭，你不要说观察周遭，观察一下自己，是不是时时刻刻都在检查手机？上厕所的时候带手机，走路跑步要听音乐，听 podcast， 吃饭的时候看短影音，甚至我们在睡觉之前还舍不得放下手机，一直滑到最后一条短影音什么的。我们到底是在害怕什么？
我们是在害怕无聊吗？实际上我们是在害怕自己的大脑。一旦停下来那些被我们压抑的焦虑跟纠结还有不安就会一一的浮现上来。所以我们必须要用外界的讯息来填满自己的大脑，把自己的这些内在的声音盖过去。但是这是没有用的，就像屋子里面有臭味，我们不去做清洁打扫，还拼命的喷香水，这个臭味不但没有散去，而且还会发酵，还会更加的浓烈。所以第一步，我们建议每一周至少2次30分钟以上的走路或跑步，或者是我们做冥想。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什么都不要带，我们不要带手机，不要带音乐，不要听 podcast， 甚至也不要有同伴一起，就只有自己跟这个世界而已。一开始你一定会觉得非常的难受跟无聊，手一定会在那边摸来摸去在找手机，大脑也会疯狂的寻找刺激，这些都是正常的，这就是在戒断的时候的反应。但请各位坚持下去，你就会慢慢的发现，我们的大脑会进入一种后台处理模式，那些平常被你忽略的想法，那些悬而未决的决策，那些平常你注意不到的大自然现象，会像气泡一样一个一个浮现出来。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要去评论跟判断，这个就是什么，那个就是什么，不要，我们就看着这些想法升起的时候，然后再看它破灭。我们会很惊讶，发现走完的这30分钟，我们解决掉的问题，比我们坐在在家里面苦思一整天都还要多。这个就是让我们听到自己的声音的一个方法。第二个呢，叫做捕捉自己的意识。要怎么捕捉自己的意识呢？我们刚刚有说到，进化心理学说我们的大脑是一个生存机器，为了快速的识别危险，它习惯给所有的人贴标签。这个人是对我有用的，会说好话，这个是自己的，那一个人是讨厌的，非我族类，等等等等，这些都是视心在快速运作。每一次的评判都是在强化自我意识跟自传体意识的一个强度，在塑造我心里面的自我，都在制造对立跟分离。所以我们可以试试这一个东西当我们走在路上，注意到一个人脑袋浮现的时候，这个人怎么穿成这样？或是我们看到一个人怎么这么粗鲁没礼貌？当你发现我们脑袋里面浮现这些种种不好的觉得哪些不对的念头的时候，我们做一个步骤叫做觉知步骤。觉知步骤怎么做呢？第一件事情就是意识到我自己有这个念头，意识到我自己有在下评断、下判断的这个意识。第二步呢，我们要做抽离。抽离呢，不要去纠正这个念头，也不要去批评、压制自己，说我不应该这么想。因为当你在压制自己的时候，那只会增加多一层的评判。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像是一个旁观者一样对待自己。哇，我大脑里面刚刚又运作了一段评判人家的念头，然后我们用旁观者的角度去把这个正在判断别人的这个思维给分开来，你就会发现有一个正在评判别人，另外一个是观察那一个正在评判别人的你，你就会发现那个评判的那一个你瞬间就失去力量了，因为这个评判的念头不在你，它只是一个6根遇到6层所产生的机械式反应。当你可以识别它，并且抽离的时候，我们就切断了这个痛苦的燃料，我们就切断了这个意识的燃料，这个念头它就会破掉了。这个就是让我们自己从当局者抽离到变成观察者。第三，自我探究。自我探究这个方法是来自于印度圣人拉玛那马哈西的方法他说所有的烦恼，它在语法的结构上都建立在我这个主词上面。比如说，我很生气，我想要这个，我想要那个，我觉得这样不好，我觉得我受委屈了。各位有没有发现，都有一个我？如果没有了这个主词，它后面的受词它就会失去支撑所以当有一个很强烈的情绪起来，比如说愤怒、嫉妒升起来的时候，我们不要去问我为什么会那么生气，
因为当我问这个问题，我为什么会那么生气的时候，我们会把自己又陷入到故事的剧情里面，我们会去找10000个理由来证明我生气是对的。所以我们该问的问题是什么？我们该问的问题是谁在生气？现在是谁在烦恼？现在是谁在痛苦？显然这个答案都是自己。那我们要紧接着问，那个自己是谁啊？这时候我们的大脑会试图给出一个答案，是冯启金在生气。冯启金只是一个上班族，冯启金是一个3个小孩子的爸，等等，但是这些都还不是终极答案哦。继续问下去，因为刚刚讲的这些都是小我的标签，都是社会上的一个标签，我们不断的要往里面去问，我们要试图去找寻到那个更真实的自己，你就会发现你根本找不到。在那一刻，我们会发现大脑会因为找不到对象就宕机了，就像电脑宕机的时候，在荧幕上面无限循环的圈圈一样，显示找不到路径。就在这个宕机的瞬间，我们的思维会停下来，我们会瞥见一种没有我的纯粹觉知，那个就是开悟的缝隙。这也就是清净经教我们的功夫哦，诚其心，潜其欲的功夫。清净心说什么？内观其心，心无其心；外观其行，行无其行；远观其物，物无其物。三者既无，唯见于空。观空亦空，空无所空，所空既无，无无亦无，无无既无。湛然常寂，寂无所寂，欲岂能生？欲既不生，即是真境。真常应物，真常德性。常应常静，常清净矣。这一段话就是在讲后学刚讲的这个自我探究，问自己对的问题。虽然这会很难坚持，但是哪怕那一瞬间，我们也可以看到真相，让那个痛苦暴躁的小我根本就不存在。所以苏东坡说什么？不是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就是当我们看见河，你已经在河之外；当你看到山，你已经在山之外；当你看到情绪，你已经在情绪之外。你就是自己的观察者。真正的强大不是对抗，不是与它抗衡，而是接纳。当我们接纳了什么，就消失了什么；当我们对抗了什么，什么就存在着。看透它本身就是一种领悟，看淡本身是一种轻松，看开了就是一种快乐。我用真心对你，但不执着于你。所有的事物都是因缘而聚，因缘而散。就让我们活在缘分当中，而不要活在关系里面。最后后学的结论就是，有人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幸福，有人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但是后学说健康不是幸福，健康不是财富，健康的目的是为了拥有自由，包含身体的自由，包含心灵的自由，并充满活力的去实现个人生命的价值。认识自己，追求本质很重要，但是我们更要关注当下自己的存在，不只有不只空，透过觉知和觉察来行动，成为身心灵都自由的人。以上是后学对身心灵健康论的分享。如果有错误不圆满的地方，还请各位浅显体谅包涵，并且不吝指正。以上感谢慈悲，谢谢。应该是各位领院、各位